RVA 历史系列那罗西个电视，题目瓜点嘛，阿爸妈一阵子不，阿就说这个话，你在地话可说加米瓜比，几岁地帕子，印第安国瓜，为啥米阿里比亚嘛觉得加嘛个东哦？话不是错事呀，印第安国瓜为啥有多许多加拉嘛之特？话不是里皮瑞生日，为啥米一个嘛问呢？这是实在漂亮事，阿米亚嘛点嘛的，罗姆瓦嘛米啊喽，阿是不懂爱别呀，话不是里皮啊比印第安里皮呀，阿客气嘛话里苦，嘛说里苦嘛问呢啊喽，这里比一直没事事，塞团爱米，这是实在漂亮事呀，阿米亚吃嘛点嘛的，罗姆瓦嘛米啊喽，印第安国瓜点嘛，把些不苦瓜。说是可爱吗？说是的是呀，女辈说是太死，米多抓罗比，说是可爱吗？阿苗吃抓嘛米啊喽，推说是可爱吗呀？阿女嘛只瓜比，印第安国瓜抓嘛米啊喽，娃嘛说是不比，米多抓嘛说是呀，一碗里皮的马水里苦，马瓦里花嘛只你的呀，马可抓嘛米啊喽，推里比印第安国瓜，漂点嘛，是不得先那嘛比，罗马说是俺嘛，几岁地盘提着俺嘛，的尼泊利米达。Sonya India kwe kwa Wusami mena mabigu Duja kama mingalo Tulubi inya India lipili Wusami yina mabigu Duja tsika ma mingalo Inya India so shalibi Setia gomalima tsi India so shalibi Butsigwa Tulubi yisinu inya Setia kama mingalo Gomalima tsi inya Hinkwa tiama jute ngami Hwate maza Oche Omya di zasinu inya Sojo setia mawuni India kwe kwa Wusami yama jute Akuchi ulama mingalo第一盘呀，一火锅对瓜，印第安说是不阿里比亚嘛觉得，一爱米过了一生日，印第安里皮的可如生日特鲁比，为啥米亚嘛瓜，阿可吃塞图干嘛米啊喽？一点嘛黑瓜，点嘛只听爱米，印第安说是不阿里比，花的嘛在一年，我偏的在生日听日，只你句瓜阿可吃塞图干嘛米啊喽？特鲁比第一盘呀，为啥米亚嘛只听，印第安说是不阿里比，比塞点嘛问呢？为啥米亚嘛只听？这是实在不，阿苗吃漂亮嘛的，罗姆瓦嘛名啊喽。第一盘呀，为啥米亚嘛瓜可吃乌木拉嘛只菜，印第安我是的，大乌收入干嘛名啊喽。过了俺嘛问你，第一盘呀，印第安我瓜比同一的不是呢，为啥耳朵许多的钞票加嘛名啊喽。第一盘尼泊利呀，印第安国瓜比是你嘛的就是。对，历次还沙特多了合适呢，我嘛里嘛吃，是你多了合适呢，一每天地盘花里是呢，对，是你就怕爱米，为啥的哈里拉是呢？我的第一个干嘛名啊喽？我干的印第安国关呀，是你就是阿苗呢，地盘尼泊利的阿可吃不是呢，地盘那个是你阿苗吃花拉嘛名啊喽？特别比印第安国瓜，为啥米亚嘛瓜可吃些他嘛问呢？人瓜吃印第安国瓜，卡托里。这是实在阿苗吃点嘛，怪的怪名啊喽！吃那么的是那么那听你讲爱米，可说加米的在加嘛个东哦，那罗可罗拉苏，阿就是的阿克沙姆啊。